4名南韓公民坐包機從柬埔寨回國，南韓警方星期一尋求拘捕其中58人，涉嫌喺柬埔寨參與電騙活動，而案件繼續交由各地區嘅警察部門調查。韓聯社報道，檢方喺上個星期四嘅搗破行動入面，再拘捕多10幾名涉嫌從事電騙嘅南韓公民，並且救翻2名受害者，預計喺今個星期之內會遣返返去南韓。法務部嘅資料顯示，南韓赴柬埔寨嘅出境人數同由當地返韓入境嘅人數差距近年持續擴大。2021年淨係得100幾人，但2022年起嘅連續3年維持喺2、3千人。今年截至8月，有800幾名赴柬嘅南韓公民未有回國。不過，柬埔寨移民總局所統計嘅入境南韓人人數就更加多，部分年份幾乎係南韓數據嘅2倍。有熟知當地情況嘅人士估算，至少有2、3千名南韓人喺當地從事黑色產業，遇害嘅南韓人更加唔止1、2個。隨住案件細節越揭越多，南韓外交部計劃喺東南亞地區實施新警報系統，協助向領事館求助嘅公民，並且加派領事人員到當地。Now TV 記者吳德義報道。